所以呢，希望大平安，也真欢喜。今日是咱石头教会线上礼拜日。今日跟咱做位朋友上帝的话，今日做位朋友其实是靠信心打赢怀疑，靠信心战胜怀疑。咱今日做位用读上帝的话，是记载于马太福音第10章为第1节看到第6节。咱做位来看上帝的话，耶稣只是12声的话讲煞了，就离开迄个所在，继续到附近大城镇教世人传福音。行洗约翰伫家里听见有关基督工作，就派耶稣去见耶稣，问伊讲：你就是约翰所讲迄个要来迄位吗？还是我来个等待另外一位呢？耶稣回答讲：恁就去，把恁所听见、所看见，拢甲约翰讲。就是生命的会看去，摆摊会行路，太哥你会生气，臭人的会听去，死人搁活，受伤人有福音，传福音。这个对我无犹豫的人，是我也有福气啊。咱做位同心来祈祷，是阮恰恰满满之地，愿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这疫情的当中，有缘天朝伫对上帝你一个敬虔的心，较无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听上帝你，来通过这个上帝的话。真济阮的祝福，也阮会当通过上帝的话，伫这疫情中间，掠了上帝你伫这疫情中间所要带互阮美好信息，帮助阮，互阮拢无拍算，互阮拢会当伫这中间得到上帝你个大祝福。清楚知影，上帝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现在知影上帝你拢伫暗时在保护阮，伊要诚做阮的瓦靠，诚做阮的帮衬，也阮都会当诚做用心用人的器具。祝你是阮所伫阮今早的敬拜，希望伫遮个行这中间，因检测伫这中间有侪而且艰难。这些问题，包括阮嘛有，所以是主你啊，阮都会当安住阮的心，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互上帝你的话，拢诚做阮快乐源头，伫阮头前道路顶面，拢诚做阮的祝福。主恳求主你是阮所互讲的、答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原来感恩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上恳求，阿门。像这咱即只来做伙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奔跑不放弃，跑走无放弃》，咱做伙来听。曾经看过一幅图画，它所描绘的故事是一个人遇到了困难，在祷告中，他向神祈求，他渴望神尽快地应许他，实现他的愿望。然而，过了些日子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他开始不耐烦，但仍有继续祷告。只不过在祷告的时候，他问了很多的问题。神啊，你听到我的祷告吗？神啊，你在哪儿？神啊，为什么
这些事儿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神啊，为什么你还不应许我呢？又过了些日子，情况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好转，他不再祷告，选择了放弃。而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神的恩典和祝福正在向他靠近，并且马上就要临到他的身上了。可是他已经放弃，不要了。最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你愿意为了神的应许等待10年吗？”在顺境中能耐心等待就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在逆境中能有坚定的信心，能有顽强的忍耐力，能做到坚持等待而不放弃，这真是太难了。10年这个期限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其实我们的祷告，神什么时候应许，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时候神的应许来得非常快，我们会激动地立刻献上感恩与赞美。而有的时候，神并不是马上就应许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有他的心意，也有他的时间。当我们坚守信心，倚靠着神去忍耐和等待，直到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神所赐的恩典比我们所求所想的更加美好。可如果我们选择中途放弃，就会令我们错过神想要给我们的祝福。提摩太后书4章7节中，保罗在离世前是这样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姊妹们，有一天我们都会亲眼见到主，愿那一天我们都可以坦然地面对主说：主啊，我尽力了，我没有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
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第3章13至14节。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的找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成就。研究对按照符合信息是靠信心怕赢怀疑，靠信心战胜怀疑。弟兄姊妹，咱有时嘛会拄着对人对事的怀疑，甚至基督徒咱嘛会怀疑上帝的事，怀疑为虾米会对上帝产生怀疑？特别当咱的人生行到迄个苦难的时，特别当咱拄着一寡的创伤，有阵时咱感觉咱的祈祷无得到上帝回应时，有时咱看到歹人好像是洋洋得意，好像是无得到祝福，义人受冤屈。
有时咱袂认得会安尼仰望上帝讲：主啊，你伫叨落？主啊，你伫叨落？今仔日咱所采经文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2节，而且所在嘛讲到着行西约翰，伊嘛对上帝产生怀疑，而且所在来对耶稣发出犹疑、怀疑的声音，安尼讲：你是弥赛亚吗？你是阮要等的迄位吗？还是阮着爱搁检讨别人呢？因啊，即摆伫圣经内面，咱嘛看见有侪信仰的伟人，因嘛捌曾经捌怀疑过上帝。咱看见亚伯拉罕，将上帝应允讲要予伊一个囝，伊甲上帝讲：上帝，我已经忝老啊，我的太太嘛经过生产的期啊。上帝来讲：我要予你一个囝，而且要予你后嗣，只有天照星，像地像海边山这多时，伊而且对上帝产生怀疑。那即晚咱看见摩西，当伊伫看着旷野迄个刺皮火咧倒是，上帝呼叫伊爱伊带伊世界时，拯救世界时出埃及的时，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是啥物人？伊敢真正是小看他自己。那即晚毋是，伊是咧怀疑对上帝产生怀疑，甲上帝看小，甲上帝看世界。那即晚，而且中间咱也看见伫士师记第6章的所在，咱看见上帝使者来用起点安尼讲。大灵勇士啊，要我甲你三个地界。大灵勇士啊，要我甲你三个地界。以前啊，就这书上面讲，伊讲如果上帝讲三个地界，我哪拄着遮多代志？我哪遮凄惨？我哪拄着遮多艰苦心、凄惨的事啊？那就话咱伫这所在，咱看见。如果一个人伫迄个风暴中间，也是伫一真无好的境遇的中间，咱拢会伫遐来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到底有教我三个地地啊无？就像之前，伊甲上帝讲：如果若上帝有我三个地地，我哪会拄着遮凄惨的事啊？那即摆伫这中间，咱伫遮来看见就是，咱拢常常会拄着一个错误，会犯着一个错误，就是来怀疑上帝的同在。伫这中间，咱看见就是，这无神论者，伊会怀疑上帝存在，但是基督徒咧，基督徒却会怀疑上帝的同在。现在即摆，咱毋通因安尼感觉有罪恶感，但是重点毋是伫个所在行落伫安尼久长怀疑中间，反正咱爱伫个所在开始来做改变，开始来做改变。毋通，互迄间行落伫久长怀疑中间，因安尼摇荡咱的信心。就像家人讲，你的怀疑可以造山，等咱一怀疑时，山就一出来，但咱的路就该动摇。但是看起来，当咱有信心的时，所有的山拢会互咱家己铲去。拢会互咱家己拄着，拢会咱家
拄则互咱有一个出路。但即款直接就咱看见，咱需要有信心来赢过，来打赢咱的怀疑。所以今早起咱要做伙，甲咱做来分享，讲点啊伫个所在，靠着信心来赢过咱的怀疑，来打赢咱的怀疑。你即款直接就咱会咱做分享，头一项就是咱必须要真实来认捌基督，咱必须要真实来认捌基督。但即款咱真正有认捌咱耶稣基督，咱对咱耶稣基督，咱这两字基督对咱来讲有啥款意义啊？咱是用啥款角度而家来认捌咱的基督？咱伫中间，基督对咱来讲是，只不过是咱的想象而已，也是，伊只不过是咱对基督认捌，就是咱看咱的期望是，咱的喜好来认捌咱的耶稣基督，也是咱来照着上帝这是来认捌基督。因此话，咱信心是来自咱对上帝的认捌。当咱认捌上帝外心的时，咱信心就偌大。换句话来讲，就是当咱的信心偌大时，咱对上帝的认捌就偌深。所以，因此话，咱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咱的信心有偌大时。咱就看见咱的上帝就偌大。圣经来讲，人若无信，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就既然到上帝面前的人，都必须要信有上帝，而且要信伊的保证在找着伊的人。咱这所在，咱看见耶稣约翰，伊是安怎在对上帝产生怀疑的？伊是安怎在对上帝来产生怀疑的？但是嘛，伫这中间，咱看到的是，耶稣约翰，伊因为服侍主，服侍上帝，为什么？因为迄路伊行甘愿。所以，耶稣约翰就伫个所在来指责伊，因为安尼无所法自教，耶稣约翰也去关一家呢，而且迄种人才，伊毋是关一天两天，伊是关超过1年。伫这1年的中间，伫超过1年中间，咱看到就是耶稣约翰，伊是为着上帝来受苦，为了服侍上帝，为了服侍主来受苦。但是，如果咱若服侍主，奔跑天路来受苦时，你敢不接受安尼结果？就是宏观伫家呢，超过1年，服侍主，伫咧中间，哪会拄着安尼受苦的事？你说咱这所在，咱看见是，你这所在真重要，重点是，写讲耶稣约翰听比基督所做事，听比基督所做事，就是伊在看鬼、惊神者、拯救灵魂事，那为什么伊来产生怀疑？这所在有一个真重要重点，就是因耶稣所做这事，拢无做伫耶稣约翰身上，拢无做伫耶稣约翰身上。耶稣伊施人拯救，耶稣伊讨伐，耶稣伊听做这新的技术，但是拢无做伫耶稣约翰的身上。
也是用互关于家在内底。第二，也是用来讲，伊对耶稣有一个期待，伊对耶稣有一个期待，但是伊个期待并无得到耶稣来满足，所以就产生了怀疑，伊开始怀疑。但是即摆即个所在有一个错误，有时咱对耶稣，咱对咱上帝，咱嘛常常有怀疑，咱嘛以为为虾米？因为咱所期待无得到上帝你来保证。而且所在假使话，伊犯着一个，互怀疑产生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就是常常会摕家己。甲别人来比较，也是我来想讲，耶稣做遮多事，拢做伫遮人身上，一年偌久，拢请着耶稣做遮事，上帝你做遮事，但是为什么我这为着上帝，你来跑到地狱，为着发财主，互关于当个耶稣来，为什么？我的期待拢无得到满足，为什么拢无得到拯救？为什么拢无一些信者听到我心上来，互我会当出这脚脚，佮继续为上帝来做工？你即个你用咱看电视，也是含乐伫安尼妖孽中间，因为伊摕家己甲别人比较。为什么上帝你来请我呢？遮多人无请我，所以伊就含乐伫安尼妖孽中间。你像伫这中间，咱有看到，这CNN的总裁特纳，伊曾经捌有一个愿望，就是伊嘛后来伊嘛，伫未来伊咱请做一个传道者。但是该为伊的这个感觉，伊叫上帝，你来拯救我这个，就是伊的这个无拍成，这个感觉了后来就安尼来死去。所以对特纳来讲，伊就伊的期待无得到上帝来满足时，伊就转向做反对基督的，这时阵伊也通过伊媒体，而且来陷害，也是伫迄个所在来指责基督教，来指正安尼一个信仰。但是话，这就是伊对基督并无有真正一捌基督。你看即摆，当咱信耶稣，检测是因为咱有看到、有听到、有看到、有找人经历的以后，咱嘛经历着主甲医治包括着上帝所行，是也是咱一开始来相信耶稣基督。但这是一个信仰的开始，咱必须要去做更加。真正来知道基督，来相信基督，做伫咱身上有伊搁悬搁美好的意思，搁美好的计划来行伫咱身上。若无时，当咱一直搁期待，咱是耶稣是好嘛，会当对耶稣的爱来得到好处的时，当时间过，迄个美的时过了，咱就会。含乐伫怀疑失志的中间，你即话伫这中间，咱看见就是圣经来讲上帝的路，关过咱的路，上帝只关过咱的旨。天界较悬过，上帝旨嘛较悬咱旨，上帝的头嘛较悬咱的头。所以，当咱哪个出来一直伫遮含乐伫讲，我爱互我主管期待，甲我控制我使用时，但是话安尼就我就通真正来明白基督，安尼基督嘛毋是咱上帝，
反正咱就是基督，咱是上帝的神啊，咱是上帝的神。第二间做来分享就是你安怎来靠着信心判赢过怀疑，就是咱第二就是咱爱转眼仰望耶稣，咱主外就讲来转向耶稣的心上，伫咱的上帝心上，当咱怀疑惊时，当咱怀疑惊时，咱必须要把这个怀疑来这焦点，为咱的环境，为咱所看到这三色惊刷离开，抛诸脑后。咱必须要面对安尼事情，因为当咱意来确定靠伫咱的教育，靠伫这环境，靠伫做这话时，伊就强化它。但咱必须要把这一切拢来解除，将咱主外条件，为咱的需求，为咱的环境，将咱刷离开，来定睛仰望耶和华上帝，来把这主外条件。靠伫上帝的心上，靠伫上帝的心上，爱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耶稣。圣经写讲，我从这处甲你讲，是爱你，要互你，因为对我甲我有责任有平安。伫世间你有苦难，虽讲伫世间你有苦难，但是你伫伊咱没有平安，因为伊已经赢过这世界。讲咱就来勇敢，圣经有的翻译啊阐释讲，咱通放心啊。为什么咱通放心？因为上帝赢过这世界，咱要在迄条件靠伫。无所不能，请咱上帝心上。这嘛你谈讲，因为上帝的每一个日子，拢会赢过这世界。讲可以赢过这世界，是咱对上帝的信心。只要咱会总裁特纳，伊拄着怀疑的时，伊就把灯心离开耶稣。但耶稣约翰伊拄着困难时，伊是转来到耶稣面前，请伊的学生来到耶稣的面前，直接问耶稣啊，这个是感谢主，互耶稣约翰伊会让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耶稣，因为清楚知影。伊爱个焦点靠伫上帝心上，靠伫上帝心上的时，伊就让对上帝靠着信心来赢过伊怀疑。所以咱看伊直接找耶稣，直接请耶稣去求问耶稣，感谢主。中国内议会的传道家戴德生伊捌伊爱伊自己咧写过，伊伫做东西，伊写批互伊太太，甲伊太太讲，我即马只有存2毛5啊，2500元，但是还有耶稣，但是就加者，但是还有耶稣。也就是咱关于在这生意来决定靠伫耶稣的心上，伊来伊太太讲，免惊，伊耶稣交上。咱关于这美国总统民警总统，伊捌在拄着惊我时，伊来讲，当我撞头路的时候，我就跪在伊个上面，跪在伊上面恳求。有上帝帮助我，互我把我目睭转移开我的环境，转移开我的境遇，转移开我最艰难，哎，互我的条件转眼仰望耶稣，我的条件
靠伫上帝身上，求上帝来帮助我。那请问，伫困倦中间，伫糟蹋我时，我们信得过神吗？让信写当时有听听说的人款安然者，我们信得过神吗？有上帝帮助，互咱是肯定的。第三，第三个分享就是，要怎互咱会当为靠着信心来赢过这怀疑，就是爱倒来，到伫圣经上的应允，要回归圣经的应许。当咱怀疑时，咱必须要做的是，咱当听环境安怎来讲，人安怎来讲，咱必须要听取上帝安怎讲，圣经安怎讲。那今晚咱必须要来听上帝安怎讲，咱唔通伫遐胡思乱想，咱唔通到底所听安怎讲，咱必须要倒来，抓到上帝应允。抓到上帝，伊伫圣经内面，伊是安怎讲？伫今日经文内底，咱看见耶稣伊并无直接回答约翰的学生问题，但伊伫个所在，伊就爱学生去甲听着、看着，拢甲约翰讲。伫这所在。约翰刚才耶稣做啥物？耶稣伊听着个死啊之事，伊经赶鬼，拯救灵魂，伊伫这所在传福音互遐爽口的。但是伫这所在，这事约翰拢知影，但伫这所在为啥物？伊伫这所在，耶稣伊爱学生得意。甲伊所看到、所听到，拢甲约翰讲。伫这所在有最后一句话，伫个所在讲，来若无以我吊带，若无以我绊倒的，伊是更较有福气的，伊是有福气的。要爱听这约翰清楚知影，爱甲迄个焦点摕倒来伫主耶稣身上，你上帝的日子，翻过来是上帝的路，赢过来的路。伊伫个所在底下，正西番开始讲，你会当相信上帝吗？我们相信神的话吗？圣经写讲，上帝会安定在天，上帝会永无改变，永不改变。但是我们是会当去做。主家就说人开始了，你无用我的话来调答的，无用我来调答的，会当起到是上帝应允的，无用咱来怀疑失志的，是更较有福气的。互咱拢伫这所在，亲像耶稣约翰以后来所做，了了上帝应允。伊就咧在无见了。这个读书时，但有时啊，伊行咧到人生终点的时，伊安讲讲，现在我的死期到了，我死的时候到了。伊讲，恁的心内爱清楚，上帝，你的上帝已经将。伊应允要互你一切福气，拢收就互你了。伊应允拢全部拢实现，并无一项落空，没有一件落空。你这个东西，要是啊，以及爱呀，在一切代志拢会当成是怎样？上帝应允，上帝是事实上的。上帝安怎讲？代志是安尼讲，通拢无落空，起条是上帝应允。咱看见
有一个真伟大的报道者，目的伊来讲，小的细心，把你的灵带到天上去；大的细心，会把天带到你的灵里面来；小的细心会让你有超然的经验，大的细心会让你经历超然的神。迄就系目的来讲，小小的细心会把咱的灵魂、把咱的灵带到基里，但大的细心会把基里带到咱的生命内底，带到咱灵内底。小小的细心会互咱经历超人的，有一个真超人的、真经验的新约艺术。但是大的细心会互咱经历。咱所信的上帝，原来是一个超自然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是大的信心。但是嘛，你就讲咱要说在咱咱小做的呢，特别是这疫情真艰难的时，特别是这疫情来危害全世界的时，特别是咱做人生活，都无都是正常来生活。咱聚会嘛，无都来聚会时，但是嘛，安尼就讲要上帝帮咱检测咱伫这人生的低谷时、黑暗时、艰难时，有一些人工作，有一些人家有一些太久的时，上帝会一摆会提示咱，来靠着信心来赢过。咱就怀疑，因此，你摆学习，就是爱知识来明白基督，就是爱转眼仰望耶稣，就是爱回归来到上帝的话，了了圣经上帝的应允。有上帝帮咱所说的咱，互咱都将这些信心的要素，将这些上帝大规咱。的要素，也靠着信心来面对咱的环境，面对咱怀疑，而且会当正确应用上帝基础。有说这小说里面，咱这摆做伙感谢的基础。现在做刚才就稳定，通过平常例阮这所在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而这所在上帝力帮咱小说里阮。互阮都会当来学习安尼讲课，因为阮都其实知影，伫阮这中间，阮都有高山低谷，阮都顺境甲逆境，阮都会好接受摕着一副好牌是咱牌，而且阮先有最多的无常，最多的变化，所以注意刚才所说，互阮可以安尼，而安有三项要义。要义上帝，上帝你敢有你听我的祈祷？上帝你敢有帮助我？有上帝帮咱通过今天你安尼一个信息，上帝你去摆从安尼一个秘诀，小小阮，互每一个上帝你的建筑，互每一个时刻你的建筑，互每一个上帝你所建的建筑，阮都会靠着信心，靠着对上帝信格，互阮都当赢过阮怀疑。真实来自咱基督，阮的主要才叫转向基督。互阮要将一切叫做上帝你的话语中间，天条上帝你的话来得到开来。你说的小说，互阮要将伫这中间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会当靠着安尼，正确养生的一个基础，一摆很出来当目标。靠主耶稣的现实目标，阿门。咱只报告来报告大家对书哈。首先，咱来看对书哈，要参加这继续的不管信仰接受来所造成在世界还是台湾这些问题，就是帮助咱互咱讲彼此来关心。互相来守望，互这个相当坚定伫这所在来
度过，互咱安尼来度过这难关，咱得到上帝祝福。第二就是咱感谢主，伫这所在用耶手来甲台湾拍掉，伫这中间，伫这疫情中间，或者疫情有较舒缓一些，但是伫这中间犹原咧提醒咱大家，继续爱伫这所在不要放松，爱继续伫这行业里面继续来努力来帮咱，通过这个互这个疫情会当平安来和缓。每一个人可能过正常生活，咱嘛感谢上帝恩典，互这1年过年会当有愈来愈丰富，互咱伫这医疗团队这顶面，还讲营销的这团队顶面，拢比着上帝保守帮助，互因拢将这百姓所，各有政府的这政策，还有侪政党的比例，都有这弱势团体就是从分这部分，来讲为着咱的国家，所为着世界就是国家，为着这世界来做希望，为着优秀的帮咱来医治来超拔，示温使到伊的面顶。第三，咱也为着这个咱社会教育来祈祷虽然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咱有教会这先10几个礼拜我就通来鼓励咱就改换这线上礼拜，嘛就像咱做开了者，我就照这时来鼓励伫这中间你来无欠请咱会当伫这礼拜中间，这1礼拜中间会当找时间，这影片。伫这所在来看，来诚做一个咱这敬拜，诚做咱一个灵修，嘛咱把这影片搁插落其他人，如果去 YouTube 顶面，请侪人来看，嘛安尼事情会当诚做因同在。对上帝伫这所在的示温之后，互咱因为保佑疫情的关系平安，来使到对上帝的较无。对上帝为透很有缘，依然来对待上帝，有对上帝的敬畏心，对上帝帮咱，互咱拢会当有安尼生命会当叫着，会当更真的上帝，拄着上帝，伫说我对上帝，掠上帝最快乐。各位弟兄姊妹，请咱会当来互相彼此关怀。如果老人在需要牧师来替咱祈祷。为咱之后，咱会当拍这个关怀的电话我是把我是在电话甲手机这个所在，叫上帝帮咱，互咱毋是单手，牧师替咱祈祷一下，咱会当拢建起迄个祈祷墙，互相来做守望祈祷，叫上帝帮咱。互咱，如果咱诚做这世界，诚做这社会，诚做咱国家，诚做咱百姓就好。咱以下就安尼一个机会，诚做人就好，诚做因来上帝基督吼。第四样就是咱要为关身体健康、心灵软弱，会加诚做来祈祷吼，以上帝在医治、修存平安特别为着伊士德牧师严玉华牧师来祈祷，因拢较灵用，身体较健康，继续帮咱，互伊心中拢常常有喜乐心，也就咱诚做因的意义，诚做因的祝福。个就是特别为着为伫遐来祈祷，嘛继续帮咱，互伊这下讲，伊这心灵到咱这个改善，个行路是讲生活食物件，一切方面都会咱对着上帝保守帮助，让咱平安，诚做这家庭祝福。看见距离遐，看见上帝，我有这个太太吼。咱也为着这全国遐的祈祷，继续帮咱。通过恁也照顾，通过这世新人，这会关心大家，互全国遐，你是希望过日有上帝的状态，就是我买祝福。也为着手里者来祈祷，望夜卡会当平安，这过去也要
互伊经络的通透，头会流量，有相的吸收，互伊拍着他都更多用，就这专业的当得到练赛一个，因为这一些关系嘛，我就谈伊这加的底下的所在来做附件，就是刚才如果目前呢，如果家人为来为伊个来加油打气，后面才这成果到个积极的回流行，或者相对稳定，充满练赛的地方，这个为平缓下伊个就是刚才和第四代和在家人这个开始嘛，跟家这平缓下之后。通过就是这较无相对，平缓下嘛是单纯二嘛来追求相对稳定，比如说这家的专家个个兴趣就是学说这个，用着你主说伊最近心中无解说法，有当时把血压飙高，那就是刚才你主说先顾到那毕竟在这个原因。原来这里就是形式，这些实际看来这个间接点点，咱知影，咱就一个有上体温都强化力，咱目前开始来形成。再来就是我小学报道的部分，就是以这疫情的关系虽然武汉分化，但是咱指挥中心医院嘛，咱大家都唔通松懈比如说咱来做好这防疫所以利用咱这个第30几届而家延期到27月12号希望这些中咱真感染这些医院读册在出于外面安尼佚佗，咱拢做会要工作，咱拢做感染所以就是刚才咱甲政府来配合，这一切咱已经伫个所在来一定合法除了比安尼所以咱就迄个线上礼拜请咱专心来写比如说刚才咱伫个所在讲，看医生说的是这心思的设计，不管咱都可以上给稳定，咱都是期待。第二，咱来看就是原先咱教会伫7月11有咧办迄个宗教法事的时候，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来延长所以咱就通过这线上，且邀请大家伫遐提供意见来最后奇怪就是咧甲伊延后大家疫情平缓时咱个找时间来办理。个就是咱讲真唔当的消息，就是咱教会求生这妈妈以这个黄乃秀贵长者咱去中国伊伫教会24奉主文调安科处讲修84岁伊是登记这个拜是在7月初上午8点要伫厝里安尼古营这2个礼拜了就咧移到伫台中会馆的会馆伫迄天来做这个安好，要安好伫河里这个叫干净里的这个字离苦茶比较好，但就是刚才我你讲以前给到讲顺书支持到讲之后你就咱其他的地就好，咱比较有在你说提的优秀的先做安慰在这里做好。第4项就是咱这在目前话咧报告因为疫情关系，咱可能做实体礼拜，所以是咱由晚上伫厝里准备一个信封来做防疫个要有个健全的心，分别这些，在咱这摆作为好各位这防疫个来说都是好势，咱看咱这
实体聚会时吼，咱来教会聚会时，就甲咱所理解起来这个方面，起来教会这方面。第二项就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咱会当直接交予刘美长老吼，刘美长老真高兴啊吼，伊讲如果咱一通电话互伊吼，伊嘛当去咱所讲客吼，咱明天伫客着洗澡安尼吼，伊当然做订约吼，伊当然做订约。如果咱讲无法度做实体礼拜，所以是听这有缘通过各种方法来表达你上帝感恩，所以伫这个因为伫这段时间有缘有听这通过各种方式而来互的，所以咱在这嘛当会看到这个互的部分吼。第三个方式就是，咱教会利用叫做场合，咱看这场合吼，甲迄个方面，加迄个图案内底吼，伊迄顶着注明咱是啥物人，是咱会当用来响电话，如果常有讲我是啥物人，我有会员的资料吼，这是什么样的方面？请伊咱做订约吼，但订约了，咱就会列出来，有缘咱当伫这礼拜中咱会当报告互咱知安尼吼。这所在讲，主来纪念咱先生啊吼，伫咱保守基本所伫咱意咱的地方。另外，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跟咱甘心乐意吼，是上帝所欢喜的。以上的纪念咱所付出，纪念咱第所得的这感恩的好。第二项就是，本来湾林区的1930，湾林区有一个诗歌的圣乐礼拜因为相关的咱就透过这个礼拜这边这所在来做表管所以后来就是义官咧把这届今年的这圣乐礼拜来促销的来展示再来咧看到就是伫这礼拜到23伊到像安尼，而且中间咱有听这已经有发的而这中间嘛秀给我们看有微电方面，有感悟而且如果若是伫这边有订约有对请咱甲较着卢美长老来做捐赠援助既然咱所做新所咱，互咱所奉献，检测其实这5点可以赶快，所以相对就欢喜事业咱，欢喜事业咱互伊变成这一个新家基础，变成这一个更大的好，互伊当永远相对对这个伊相对依然在最后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而领受上帝祝福了咱来听一首诗歌，就是平安庆会就是平安庆会，比如说你新春咱，互咱拢会当伫这中间，检测咱好才是这个庆会平安来叫咱写，但是你要学完中啊，但是主讲我所平安互你，而且我所事事平安是出人意料之外平安，而世间咱可能但咱好心伫咱上面也过这个世界。以前的新说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天做。我这所叫咱天地上帝天堂，甲圣贤相通，就甲咱每一位上帝感受三同在，甲咱家庭、甲咱手脚所地工，伊甲咱教会，伊甲咱所遇到的事三同在，来直接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能拢免惊
啥物？随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跨过死荫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因为来安慰我，有稳定甲阻碍，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随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跨过死荫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因为来安慰我，有稳定甲阻碍，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跨过死荫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因为来安慰我，有稳定甲阻碍，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也无惊灾害，伊会甲我伫底，因为来安慰我，有稳定甲阻碍，当我三做伴，有平安。